伫签约仪式后，象征大力高分子公司甲捷明新能源公司将要正式展开合作。成立50年来，长期投入合成树脂甲导电高分子等产品的大力高分子公司，因为看好绿能产业相关的储能系统的发展，特别甲专种储能设备的捷明新能源合作。除了为公司后续发展做投资以外，也希望伫绿能产业会使抢占先机。前面的50年，我们从传统随着台湾的经济发展，一直做材料的研发。那接下来的50年，我们希望能配合政府做绿能方面的推动跟努力。那我们除了有1900瓦的电厂之外，我们接下来想要跟捷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来共同合作做储能这一块的推动。那目前绿能很多人大家都会推动，譬如说太阳能发电啊、风力啊，甚至焚化炉发的电源等等等。但是这些电源如果没有经过储能，就没有办法善用能源。那我们现在是要着重于如何智慧的来运用能源这一块，配合政府的政策，也来为大力下一个50年创造一个新的奇迹。台湾政府有明年1月1号有一个叫用电大户，里面大概有4种方式，一个是储能，一个是太阳能，一个是缴罚金跟绿能凭证。那因为这关系，所以说透过这样的结构，储能柜的要求会更多，那量也更大，甚至可以创造一个能源产业，包含到电子产业都创造出来。可是怎么用，这是一个重点设备会做没问题，可是怎么用才是一个接下来大家面对的课题啦。所以我们跟大力高分子针对用的方式，在以储能厂或是再生能源的洁净能源应用里面，我觉得做了蛮多规划的。比如说像我们昨天跟一个这个叫做焚化炉跟能源关系不大。可是焚化炉烧的热能转换成电力，电力在夜间的时候存起来，在白天最重要是要放电。这个模式就是我们大力高分子跟我们捷明要运作的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这样的能源应用跟能源移转，还有能源的洁净的一个用途的来源，这大概是接下来储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也是大力高分子50年接下来的一些策略跟想法。这届签约的场地选伫雅果游艇码头的原因之一，就是未来储能系统也有可能运用伫帆船顶面。所以雅果集团未来也是合作的对象之一。雅果集团的董事长何友玲也强调，这个小型的储能系统会使为无电行使用的船提供有需要的电力，增加使用者伫船顶的方便性。相信也是未来发展的重点之一。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